驸马怒火满心兴。一老生病要万幸。心家白不将你敬，命所照我，老本的应，为夫罪义论分明。怎能惊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过爱红回应。呀，驸马，拿去枪枪归何来？爹娘，这才双手演失败。心不缺色，互人害伊猜。身体欠安，这驸马你得爱谅解，并非故意，唔通乱心怀。Hello， 欢迎我们的 AMAN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稍待会的雨涵广播电台呢？是用台语的直播，因为今天是礼拜四哦，礼拜四是台语的直播节目。稍待会我们等一些朋友进来的过程中呢，我们先听一下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上的家不在，在家好庙啊，对你的天性，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虽然尊敬，新平公主对我爱水平，凭你的身份，欢迎大家呢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一下。欢迎收听的今仔是礼拜是咱台语的电台，大家敢有足期待的咧？来欢迎咱比如讲这个 AM 大大一讲的咱这个美琴姐，欢迎恁礼拜的这个古涵的电台过来抱啊下给吹落哈。首先呢，咱一开始拢会唱一条歌曲，或者杜马调哦。歹势今仔日讲台词，敢若讲了怪怪今仔日咧，咱有这个日照中心的课所以咧，我这个下晡时阵咧，就是安尼一时国语，一时台语，一时国语，一时台语安尼来，咱先收听咱这个杜马调。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暗时
是八条，互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袂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灾才袂心惊惊。片段古涵广播互恁听，祝恁大家今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你收听的这个古涵的广播电台，我是片段古涵。片段咧，就是伫舞台顶由一个查甫来扮查某，由一个查甫来扮小段，这个叫做片段。欢迎大家起来哟！啊，卖记得吼，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分享出去，互更较侪人知影咧。这个古涵的广播电台，伊共咧，阮咧推广这个文化戏剧，伊共咧，咱咧分享吼，这个册里面的小知识，伊共咧生活的小知识，安尼吼。首先咧，咱电台一开始吼，拢会甲大家公布一个。咱明仔即个台北到台南咧，即个降雨吼，差不多拢10%尔。但是咧，咱即个台东地区吼，即个台东地区有即个30%到50%的降雨。所以讲咧，如果你伫东部的朋友，不管是伫咱即个花莲啊，也是伫咱即个台东咧，即个救灾的朋友吼，爱注意一下吼，咱即个明仔有可能会落雨，所以咧，大家爱小注意一下吼。即个声音敢若有一下怪怪。来，欢迎咧，咱即个HAS 大，欢迎你起来古涵的广播电台，抱啊写甲你拍一个吼。欢迎大家起来哦，拢会当甲我拍一个招呼，互我知影咧。咱的观众朋友起来，咱的线顶甲人开讲啊吼。今仔日咧，我想要先问大家吼，恁敢有听过一句话，或者一声应高才，无声你就毋免来。这个一声应高才吼，到底是倒高才？若有观众朋友知影咧，嘛会当甲咱小解说一下吼，因为我家己嘛毋知影是倒高才啦。是咧，我即时阵咧讲到咱即个台湾的戏曲，即个歌仔戏吼，咱伫舞台顶定定会讲到安尼一句话，但是咧，咱甲想倒来想倒去，到底是倒高才？如果若有观众朋友知影吼，会记得哦，帮阮线顶讲一个，互阮了解一下哦。咱即几工的新闻有咧报吼，咱即个10月份甲即个11月份咧吼，咱即个10月份是毋是有足侪年假啦吼？互咱放甲足欢喜的安尼吼，不管你是做即个 PT 即个即个工读生呢，一共咧，咱即个学生啦，即个老师啦，等等吼，即个10月份的即个年假吼，有够济啦，大家敢有足欢喜啊？但是吼，咱其实即个新闻吼，若报出来了吼，你会感觉足好笑。伊咧讲吼，咱即个10月份，甲咱即个11月份咧，即个其实吼，即个上班上课的即个工数吼，其实是共款济，当然啦，咱比如讲咱10月份吼，安尼年假落来，咱会感觉讲，有时放一个3天的，有时放一个2天的，咱会感觉足欢喜，安尼吼，会感觉讲，敢若加放一天啦，会当出去佚佗啦，等等啦吼。但是吼，这就是甲咱吼平常时无共款的生活，所以咱会感觉，安尼敢若袂歹，安尼敢若足欢喜。若连到咱即个11月份咧，其实甲咱即个10月份咧上班上课是共款工，
只是伊共款是上即个1到5拜1到拜5拢上课上班安尼吼，咱就会感觉讲，哎，加较无聊，较无趣味。恁敢有即种感觉？若有吼，嘛会当线顶甲人开讲一下哦。欢迎咱即个 AM 大大，咱的美琴姐，一共咧咱的 H 大大，拢欢迎恁起来语涵的广播电台吼。即个歌戏咧，就是吼咱的传统戏曲，咱即个东方的歌剧啦吼，东方的即个歌剧。所以讲咧，我一直以来拢甲大家讲吼，咱会甲唱入去咱的社区，唱入去咱的生活内底。咱来讲即个传唱啦，毋是传承。传承吼，比如讲我有即个艺来传互你，但是咧，你嘛是爱搁传互别人，安尼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安尼咧才叫做传承。若比如讲咧，咱传唱吼，互逐个人拢会晓唱咱的歌戏，安尼就袂歹哦。安尼就代表讲吼，咱即个歌戏的文化咧，来甲可以讲出去吼。等下咧来放一段吼，是咱即个我去到即个日照中心做服务吼，咱即个薛大哥。来甲我配合吼，我唱一句，伊来唱一句，感谢咱即个薛大哥，我来搜寻即个影片吼，互大家听看卖，咱当然啦，感觉讲，即个薛大哥咧唱歌抑阁袂歹听吼，咱会记哦，咱着爱线顶的扑仔声吼，甲伊拍扑仔拍起来，安尼吼，我来查即段的影片。当然咧，你若有想要听规段，有想要看影片的人咧，当然吼，你嘛会当伫即个我即个社群软体即个郑雨涵的脸书一共 IG， 我都有放即个影片咧伫咱的网络顶面。一共咧，如果吼你若想要加入咱的即个赖社群的朋友咧。下骹即个资讯栏咧，我拢有即个连结吼，拢有我即个赖社群的连结，你会当咧来加入入来咧，每工的8点，若来即个广播电台的时阵咧，就会甲恁通知，安尼就对吼。咱是拜1到拜5咧，来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来甲咱做一下广播。我来确认一下吼，来甲登录一下，咱就会当吼来收听咱即个薛大哥咧，甲我吼来做伙来唱即个杜马调。当然，即个杜马调的歌词吼，我是写即个惠山基金会吼，因为我来到即个惠山基金会咧，来甲因做服务，做即个公益活动。所以讲咧，咱嘛来听看卖即个。我所写即个杜马调的歌词，安尼就对。来，我来放互大家来听看卖。小等一下哦，吼，因为我是上网络来甲连线起来吼，来甲放出来，所以你来小等我一个歹势吼。来线顶的朋友，甲我拍一声招呼，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爱记分享出去哦。咱即个拜1到拜5暗时8点，拢有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但是咧，咱即个礼拜4吼较特别，咱就是台语的广播电台安尼吼。来，咱来听看卖即个薛大哥咧，来甲我配合吼，唱即个杜马调。你来听看卖，恁敢知影内底的歌词是咧唱啥安尼吼？来，咱来听看卖哦。好，来，阮是惠山，阮是惠山基金会，基金会有缘千里，有缘千里来相会，来相会，老人囡仔，老人囡仔看做伙，看做伙。阮的亲像，阮的亲像一家伙，一家伙。好，再拍一个鼓。
这段敢有好听？这个咧是我去这个日照中心吼来甲因做服务的时阵咧，这个照服员吼，这个薛大哥甲我合作吼，甲我来合唱这个咱歌戏的抖马调。来，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这个名足够水咧吼，皮筋儿小蘑菇吼，伊咧讲咧，第一个来帮你吼起一个赞。欢迎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甲你欢呼声啊，甲你尖叫一下吼。来，咱这个小蘑菇敢听有台语？如果若听无嘛，会当线顶甲我讲一下吼。我们这个小蘑菇听不听得懂台语呢？如果听不懂呢，也都可以线上跟我讲一下哦。咱这个国语台语会当来教我吼，会当来小教我一下。头只咧，来互大家听一下咱这个惠山基金会吼我甲这个薛大哥的合作。我来唱这段吼，这个歌曲，这个叫做抖马调。但是吼，咱用清唱的我来嗨这个间奏来互恁听。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讲哦，你听有台语哦，足好诶吼。咱拜一到拜五咧暗时8点吼，拢有咱这个语涵的电台，平常时拢是咱的国语电台啦。拜四较特别，拜四是咱台语的电台。所以咧，大家吼爱甲阮分享出去，互大家知影咧，咱即个台湾的戏曲，伊讲咧，咱即个台语文化安尼吼。但是吼，我的台语咧是咱即个，不管是咱舞台顶的台语啦，伊讲咧我是南部人，我是台南人吼。所以台语听起来咧，即个腔口会加较重。甲恁比讲北部啦，即个宜兰啦，等等吼，安尼台语咧听起来咧会较无共款，安尼就对吼。来，咱来听一个即个抖马调，我现场咧来唱一下咱即个惠山基金会吼。当滴嘞哒哩滴嘞啦哩哩啷滴滴嘞啦滴啦，阮是惠山基金会，有缘千里来相会，老人囡仔牵做伙，阮都亲像一家伙。这吼是特别的。帮因写即个歌词，为着咧要互因吼，即个期末的表演咧，会当较顺利的有一个歌曲吼来做即个首唱，所以咧恁头只听到的咧咱来唱因的基金会，安尼就对吼。来线顶的朋友甲我拍一声招呼吼，头只咧有甲大家开讲着吼，咱即个不管是明仔的天气啦。伊讲咧，咱即个10月份，伊讲11月份咧，咱即个假吼，甲咱即个上班的时间咧，其实吼共款济工啦。咱即个10月份甲11月份咧，咱即个上班时间是共款济工。只是咧，咱即个10月份有即个年假，所以咧，咱会感觉讲加较轻松啦，加较快活啦。但是吼，你若甲我共款咧，是做即个。服务业即个服务的吼，安尼就共款，咱就无即个廉价所会当放安尼就好吼。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讲咧，较早拢是看即个优丽花歌戏，咧来甲你解说一下吼。我号做牵段古函，牵段咧是咱查甫来扮小段，查甫来扮即个查某身。即个叫做牵段，若像较早即个优丽花啦、叶青啦、黄香莲啦，即个即摆孙翠凤、陈雅兰啦，这就是查某去扮小生，即个叫做坤身，坤身安尼吼，乾坤的坤，
然后呢，这个生旦净末丑的生，这个叫做坤星。所以呢，你即摆所看到，不管是你当去所看这个油丽花啦、叶青啦、这个黄香莲啦、这个孙翠凤、陈雅兰啊，还有邓美芬、柯雅芬等等呢，这叫做这个坤星，安尼吼。后礼拜这个中秋佳节吼，就要来哦。这个中秋节你要去做啥？比如讲烘肉啦。也是讲咧，这个中秋节你有要出去佚佗的朋友无？若有要出去佚佗咧，咱这个台中，这个嘛有这个水族馆，这个海洋馆，咱这个桃园咧嘛有这个海洋馆。如果咧你若有所想要来佚佗的话，有所想要来咱这个台南佚佗吼。伫咱即个台南即个西市场，咱即个新开幕的西市场内底吼，有足侪文创店家，其中一间咧，叫做咱即个卡亚手作永生花哦。即个卡亚手作永生花咧，嘛真水哦。而且咧，伫咱即个卡亚手作永生花哦，会当买着小弟我本人的即个歌戏的专辑，即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安尼吼。所以讲咧，如果你若有来台南佚佗的朋友咧，若有来即个台南西市场，爱记哦，来甲阮即个卡亚手作永生花咧，甲阮鼓励，甲阮加油一下吼。伊讲咧，讲到咱即个台南西市场吼，你若踅完咱即个台南西市场了咧，就爱到对面吼，咱即个台南政大书城。咱即个台南政大书城咧，离咱即个楼梯吼行落去中间咧，你就会看到咧小弟本人的海报大伫遐吼。所以讲咧，如果有来咱台南的朋友，去到咱即个政大书城咧，即个楼梯行落咧，就看到小弟本人即个一路打金鸡专辑的即个海报。你若想要即个线顶来购买的朋友咧，下骹资讯栏拢有咱即个连结安尼吼，即个叫做置入性行销啦吼。咱普通咧，若咧听即个歌仔戏吼，拢知影咱即个新徛白马走三关，改换素衣回中原，即条歌曲对无？同款的，咱即条歌曲叫做咱的七里仔调，但是咧，离我即个一路打金鸡的专辑内底，同款有即条的七里仔调，但是咧，咱所无唱咱即个新徛白马走三关哦。咱即个新徛白马走三关是啥物时阵会用着？敢有咱的线顶朋友知影？等下咧，较甲大家做解说哦。咱即马咧所要听的咧，咱即个七里仔调是我即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内底吼，咱即个驸马咧，甲咱即个公主咧各说各话。伊咧讲咧，我即个驸马吼，我的地位嘛真悬呢，我是恁翁呢。但是吼，即个公主的意思咧，是甲咱讲吼，拜托诶，你是吼。等于是互阮招入来的概念啦。你是我公主的翁又是如何吼？但是咧，皇上是阮老爸呢。来，咱来听看觅即条七里仔调安尼吼。世上河顶啊！是为大海，虽然为尊，你敢知？天地君亲所啊，着招牌，君在亲上，必敢不知？在家父母啊，对你的疼惜
高贵公主，犹如天烟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爱说明。哇！感恩咱这个线顶的朋友哦，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咧，讲厉害厉害，有练过安尼哦。感恩啊，你无啥去嫌咱这个我这个小弟这个古含咧唱歌的含慢安尼就对吼。咱头则咧有听到咱这个驸马咧唱，嘛有听到咱公主咧唱安尼吼，所以咧你有若听到即个声音较粗的所在咧，即就是小声咧唱歌啦吼。甲大家解说一下安尼吼。来，咱即个有小乐咧讲吼，即个薛平贵与王宝钏无毋对。咱即个七里仔调吼，咱通常啦听到咱即个新骑白马走三关，改换素衣回中原，就是离咱即个薛平贵以及咧即个王宝钏。对，无毋对哦，咱甲咱即个有小乐来甲伊拍一个扑啊声。哇，咱这个小乐公呢，第二次看直播还是觉得很厉害，感恩吼，咱这个小乐的支持哦。第二次来看直播，较接起来，咱不管呢，咱这个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拢有咱这个直播，但是吼，咱这个礼拜四就是咱这个台语直播哦。你要分享给我外婆，给你外婆，歹势哦，嫌嘛讲我外婆安尼哦，嫌嘛对你念，嫌嘛恁外婆变成我外婆。哦，真好笑安尼，我无说你甲念着吼，无说你对咧伊念啦吼，嫌嘛因外婆变我外婆安尼吼。你要分享给你外婆。当然啊，当然可以哦，感恩感恩。咱小乐甲听有咱这个台语，小乐听得懂台语吗？应该是听有哦，因为伊讲会出来咱这个四平贵一港王宝钏哦，所以应该是嘛听有咱这个台语。咱这个今仔日吼有咱这个 AM 大大，有咱美琴姐，有咱这个 HA， 有咱皮筋小蘑菇，一港咱这个有小乐。对吼，你自细汉就听歌去大汉的安尼吼，感恩的你来收听古汉的广播电台，会记得帮阮订阅、关注、按赞，会记得嘛是要分享出去安尼吼。既然呢头才讲到咱这个新骑白马走三关，恁敢知影？那小段伊背四句歌曲，这个叫做啥？四盆牡丹摆四位，无风无摇花袂开。等待三更当落水，当落花心花照开。为什么小段爱背这段？因为咧，小段背这段咧，就是代表讲吼，伊若出台啦吼，伊要赏花啦。也是比讲讲咧，即个导演啦，即个讲戏先生咧，无甲讲吼，即台要做啥物的时阵咧，伊就听个甲摕来唱即四句联安尼吼。这就是咱小段必备四句联安尼。来，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讲咧，伊自细汉就足介意即个歌戏哦。咱欢迎咱即个小乐一港小蘑菇，拢有一个小字哦吼，来个尖叫声欢呼一下吼。好，来，咱来听看卖咱一个七里仔调来唱新骑白马走三关，一讲咧，咱一个四盆牡丹摆四位，咱来听看卖咯。新骑白马呀，走
三关，待我所有会中原。放下世了啊，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分保单啊，拜四位无风无摇啊，花会袂开。等待三个啊来打落水。落花心啊，花会照开。咱头前咧所听到吼，不管是咱即个新骑白马走三关，咱即个王宝钏伊共咱四平贵咧来所唱的即个歌词。伊讲咧，咱所听到即个四分保单拜四位，是咱小段咧所一定爱背四句联，安尼就对吼。如果若好听咧，会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出去吼。咱即个洪淑英吼，你咧讲哦，伊自足久以前咧，就咧看吼，就是歌戏安尼啦。我感恩的咱即个淑英，感谢你哦，感谢你对咱即个台湾的传统文化，一共咧其实互咱即个大陆嘛有咱即个歌戏啦，因合作相聚，所以咧不管你是伫台湾，也是伫大陆，甚至咧新加坡、马来西亚吼，拢有咧看咱即个歌戏哦。感恩大家咧对咱歌戏的支持以及热情。我所讲吼，就是讲吼，小弟我吼，虽然是咱即个古涵电台的主持人啊吼，但是咧我无讲足厉害，我就是有时咧伫咱即个制造中心做服务，有时咧上野台去咧表演，有时咧来广播电台来所主持。这拢是我的兴趣啦吼，不管讲有趁钱也无趁钱，但是讲咧，我只有对即个歌声啦，即个歌有即个研究。若讲到即个拍武戏吼，咱来拍即个刀枪吼，这刀我一定是考倒的，我只会晓咱上普通的四角枪，所以讲咧，若要考我即个刀枪吼，千万唔通安尼吼。哇，咱即个淑英讲咧，即个歌戏真好看，是一定爱来支持的吼。感恩哦，感恩大家咧，暗时咧拢来甲阮即个支持阮即个古涵电台。咱即个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拢有咱即个古涵电台的广播。不管是讲咱即个台湾的戏剧文化啦，伊共咧来讲咱即个册顶面的小知识啦，咱即个新闻的小知识等等哦，咱拢会当来做收听。不管你是咧做家内事的时间啦，伊共咧可能咧陪伴朋友啦，陪伴你厝内底的人的时间，也是你当咧无闲啦，咱嘛会当来收听咱即个古涵的广播电台。但是吼，爱甲大家讲一个哦，咱明仔咧会休困一工，因为咧明仔吼，我即个公司有活动，爱去做即个庙宇的铺桌服务吼，咱即个铺桌服务，所以咧咱明仔哦，即个古涵广播电台休困一工，但是吼，咱即个拜六礼拜本地就无做戏啊，就无即个广播啊，所以咧咱即个拜五休到礼拜。即3天咱即个古涵广播电台咧无直播哦，所以讲咧，咱后礼拜一吼，会记得起来收听下。
如果咧你若惊你会袂记的朋友咧吼，咱这个下骹咱这个资讯栏的连结吼，第一个就是咱这个赖社群的连结，会记的吼，帮阮点入去。加好友入面吼，入面咱这个社群连结，你就会收到咧咱每天的这个直播的资讯哦。咱这个树荫讲咧，伊是第一届来吼，感恩你第一届来就来收听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阮的电台吼较特别啦，这个拜一到拜五拢有直播。但是吼，平常时拢是国语，只有咱礼拜四咧是咱这个台语的直播。搁有咧，咱这个电台的尾啊吼，咱拢直播到咱差不多9点的时间吼。电台的尾啊咧，拢会有这个腹式呼吸法来感恩3件事情哦。等下咧，你嘛对阮做伙来做哦吼。记哦，帮阮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安尼就对吼。头一咧，咱讲到倒位？头一讲到吼，恁后礼拜即个中秋佳节吼，即个8月15，即个8月节吼，敢有要去倒位佚佗啦？也是伫厝恁烘肉啦，等等吼，恁敢有要出去佚佗诶？咱即个属因是倒位诶人？是咱台湾人，也是大陆？一共咧也是讲咱即个马来西亚啦。新加坡等等哦，拢欢迎咱即个属因哦，感谢你。昨吼，甲大家分享咱即个册顶面的即个小知识。哇，咱即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呢，咱线顶的朋友吼，甲伊拍一个扑啊声，欢迎咱即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哦。哇，感谢吼！今仔有咱即个小乐啦，有咱即个小蘑菇啦，伊讲咱即个树荫哦，拢爱好咱即个台湾即个戏曲文化，咱即个歌仔戏哦，伊讲咧咱即个树荫是咱即个马来西亚的人哦，欢迎你哦！咱昨咧有甲大家分享哦，咱即个册顶面的即个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这本册吼。昨咧有甲大家分享哦，咱咧甲大家面试的时阵，这个主管咧甲大家面试的时阵吼，通常咧会看啥？你的教育啦，你的工课的经验啦，等等吼，其实吼咱拢无所看到这个人的态度。所以讲咧，其实吼，咱若去做一份头路的时阵咧，定定吼，即个主管第一个问题就是甲你问讲吼，你顶一份头路吼做啥啊？你顶一份头路咧，你上介意啥物工课啊？你上无介意啥物工课啊？等等哦，安尼等下甲你问一个西啊，甲你问一个吼，甲你问东问西安尼吼，对，咱若平常时吼。伫咱甲咱即个朋友的交谈当中啦，吼，恁拢开讲啥物内容？比如讲咱今仔日咧收听咱即个武汉广播电台，也是讲咧，咱今仔日吼做工课咧不管是顺利的所在，也是咧无顺利的所在，也是讲咧今仔日咧来教育你的囡仔，囡仔无听话。你来甲朋友所开讲安尼的内容，你拢开讲啥物内容？甲朋友来甲因开讲安尼就对吼。来线顶的朋友咧，拢会当甲我拍一声招呼，来甲我咧讲话一下吼。伊即本册咧，伫咧讲吼，其实吼，咱咧做工课的时阵吼，咱拢甲伊当做反正就是一份工课咧做啦。咱无当做咱的事业咧做，但是吼，你所想看觅哦，如果咱若是员工的态度吼，所感觉讲的，即份头路就是咱的事业咱得要拍拼做甲伊拍开即个事业的前途等等哦。你感觉安尼是好，也是歹吼？今仔日足侪疑问句吼，拢来问咱即个线顶的朋友，因为吼。有时我发觉啦吼，我若咧读这个册的时阵咧，若用我的方式
来甲大家讲即本册的内容吼。我所想吼，安尼我用反问的方式，互恁所去思考吼。即本册顶面呢所写的是对的，也是毋对的，也是讲咧，甲你的观念是共款的，也是无共款的。安尼就有一点仔好奇啊，对无？来，伫咱即个中间呢，咱先听一个即个歌曲，咱即个七字连空奏，七字啊连空奏。即个七字连空奏咧，伫我即个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内底咧，我互伊吼，即个查甫，即个驸马咧，伊讲伊的，即个公主咧，即个女生吼，伊嘛讲伊的，咱来甲想吼，咱咧原价的时阵是毋是拢各说各话？因为咧，咱咧讲吼，没冲突就没有戏剧啦。你若读即个戏剧的人，你就知影吼，即句话，即个无即个冲突，就无咱的戏剧。所以咱咧冤家的时阵哦，定定拢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安尼敢对？咱来听看觅，即个七里啊连空奏咧，即个所唱的即个歌词，一共咧，即内底吼，即个驸马一共公主的角色，两个角色拢是我的声音。拢是我所唱，所以咧，咱来听看觅，咱即个七字连空奏。安尼即条七里啊连空奏，敢有好听？若好听的话咧，互我一个捧甲声吼。即个七里啊连空奏咧，即个驸马唱伊的，即个公主唱伊的哦。即个两种声音咧，拢是我家己的声音哦。毋知敢有好听？安尼就对吼。头一讲到咱即个册顶面的即个知识吼，伊咧讲吼，其实吼，咱嘛有观众朋友伫咧问啦吼，讲奇怪呢，你啥有头路吼？即个暗时啊咧起来，咱即个
古汉的广播电台吼，拢开安尼吼，遮尔有精神呐，遐尔啊吼，即个热于即个工作安尼吼，甲大家所解说一下啦。像咱即本册咧，顶面所写吼，咱即个职业运动员吼，像安尼咧，因咧拍球的时阵咧，是因咧做工课的时阵。但是咧，咱若像咱不管是啦吼，咱若有时的时阵吼，咱去拍一个球的时阵咧，迄是咱的即个消遣娱乐，安尼我感觉。所以讲咧，伫咱即个吼，消遣娱乐的时阵咧，咱可能吼，活了较快乐小可，较热情一寡小可安尼吼。所以讲咧，伫咱即个推广即个文化戏剧。像我即个主持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吼，这是无趁钱的啦。恁甲看，恁就知影，即个订阅人数差不多100几个人尔吼，所以咧，阮这是无趁钱的电台。但是咧，我所欢喜咧，会当吼来做安尼即个活动，安尼来推广咱即个台湾的歌戏的戏剧文化，所以我就欢喜安尼吼。所以讲咧，你像伊即本册顶面吼，咧写讲咧，其实吼，咱有足侪好野人啦，伊嘛选择咧来出去做打工啦，来做即个工读生啦，来做即个 PT 啦。为虾米？因为咧，对因来讲吼，伊也无欠钱啊，这就是伊一个消遣娱乐，伊去打发时间的时间，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即本册。我感觉抑阁袂歹看啦吼，不管是咧，你咧做主管的人，也是讲咧，甲我共款，只是最低薪资普通员工安尼尔吼，嘛会当所看即本册，即个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安尼吼。所以讲咧，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哦，不管是咧会来推荐咧，咱即个我感觉袂歹看的册安尼吼。如果咧咱若像马来西亚的朋友吼，可能我毋知敢买着即本册啦吼，咱就看咱的直播咱来分享一个吼，即个册顶面的小知识。若看了即个电台袂歹看，会记得帮我分享出去哦。过来咧，来工商服务一下吼，咱来广告一下，咱即个别个剧团要来做戏啊吼，所以咧，咱来甲因广播一下。当然吼，我无做啦吼，我是帮人广播一下，咱即个台南的即个业余团体吼，咱即个乡城歌戏剧团吼，离咱即个10月19号、10月19号咧，要来做戏，离咱台南。即个桂林的文化中心，我来摕即个海报来互恁看一下吼。咱即个10月19号、10月19号下晡2点半，下晡2点半，离咱即个台南文化中心，台南即个桂林的文化中心吼，有咱即个乡城歌戏剧团所带来因足好看的戏出吼，即个戏里凤叶与女皇后。如果咧你若有兴趣会当上咱即个两厅院购票系统来甲因购买即个票吼，即个200块、300块，伊共500块的票价安尼尔。所以讲咧，大家咧若对咱即个歌戏的文化有兴趣的吼，去甲因加油一下。头只咧所广播的即个乡城歌戏剧团哦，我甲因咧嘛算真有渊源安尼啊吼。即个乡城歌戏剧团呢，因是吼即个业余的团体，因毋是即个职业歌仔戏团。但是咧为着爱好即个歌戏，因逐礼拜吼，拢会去即个集合来做即个排练排演。所以讲咧，因伫即个10月19号，伫咱即个桂林的文化中心，要来演出即个戏里凤叶哦。大家咧，如果若有时间，嘛甲因购买即个门票，来甲因参观一下，来甲因加油一下。有咱即个200块、300块，伊共500块的票价，安尼就对吼。过来咧，咱即个皮金儿小蘑菇咧讲吼，即个小时候每天拢有看即个歌戏，敢对？哇，感恩咱即个小蘑菇
真正真厉害哦，逐工拢听即个歌戏哦，来甲拍扑欢呼一下。过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咱即个编导才女，咱即个米雪老师，伫咱即个10月8，毋是10月歹势佫讲毋对，咱即个11月8号一港9号，伫咱左营中山堂，咱即个编导才女，即个米雪老师，伫咱即个11月份11月8号一港9号，伫咱即个高雄左营中山堂，有要来做戏哦，有要来公演咱即个段香吟段香吟。所以讲呢，如果若有爱好歌戏的朋友，嘛甲咱即个米雪老师来甲伊支持一下。同款即个票离咱即个两厅院购票系统会可以当购买哦。感恩大家今仔日咧起来收听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敢有想要听什么歌曲，也就是讲咧，若无的话咧，咱等下要来做即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代志会记的，咱马仔咧休困一工但是因为咱本地拜6礼拜都无做，所以讲咧，咱即个拜5马仔拜5到即个礼拜休困3工休困3工，因为咧我即个公司咧有即个铺桌服务所以讲咧，咱后礼拜开起来收听咱语涵的广播电台。过来咧，咱要来做即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安尼就对对我的声音做伙做咯。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去观察你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我们的胸口，还是在腹部，甚至呢，贯穿到脚底。我们先来观察自己的气息，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在工作上，在朋友上，跟家人方面，跟陌生人，或者是服务人员方面。我们都来想今天所感恩的3件事情，也欢迎你呢把这3件事情分享上来给我们知道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非常感恩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非常感恩恁今仔日咧起来收听语涵的广播电台，咱后礼拜再会哦。所以讲呢，如果呢未帮我订阅、关注、按赞的朋友呢，会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分享出去。然后咧，咱这个下骹咱这个资讯栏嘛有咱这个赖的这个 ID， 咱这个社群媒体的连结这个聊天室，会甲大家提醒今仔日有这个直播啦，今仔日休困一天啦，等等安尼这个社群媒体。所以讲咧，如果未咧来加入咱这个赖群组的朋友咧，会记帮我取迄个连结，帮我加入里面来节目的最后咧，咱来收听咱这个
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做一个最后哦吼，后礼拜卡起来收听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面带了酸，擦地地花，你拉嘴，你呀不离，对你呀，对你来了情，我不了情。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线？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过爱心头怒火起，我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下，怕你毋知理，毋知义。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晚安哦，美琴姐。啊，若有锁定朋友咧，想要甲我讲一声晚安呢，嘛欢迎你吼。咱这个资讯栏下骹的连结咧，有咱这个赖社群的连结嘛，欢迎大家咧来加入哦。大家晚安，咱拜一再会咯。别插嘴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解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贵爱，你太过分，两摆打我够无够？你真歹心，你互我走，我要亲嘴甲惊倒，互你跪甲我门草。你还阁毋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互你着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也随互人心头痒。动手假死啊，医生病，大好。小心。